汕尾紅海灣之行，咁我哋搭高鐵到咗汕尾站，喺汕尾站呢搭116巴士去到謝浪客服中心嘅，咁呢個總站嚟嘅，咁每日5蚊車費嘅啫。咁到咗之後擺完行李之後，我哋直接去一個水龜寮市場嘅。咁呢度係當地嘅一個街市嚟嘅，咁我哋喺度好多小食食到嘅，行下街啊，感受下人間煙火嘅。咁啊，首先了解人文化，當然去街市了解人啲美食文化先啦。咁好多小食都好好食，鹹香餅啊、豆漿啊、海鮮果條、陳糕果都係5蚊一份，即係又實惠又好食咯啲嘢。排骨餃都試埋。好甜啊！湯甜啊？湯甜啊！唔知啊。嗯。不会很甜吧？不会的。坚定力50秒就行了。哎呀，好黑哦！我的妈，早上了，等炒了包休假。要比较细做啊。它切啊切贵的呀。都烧的呀。呢部就係我租嘅電動車啦，好方便嘅。租咗佢之後，租一日都係30蚊嘅啫。呢度啊，嗰度啊，石群島啊。電動車12分鐘到就到咗石群島呢度。
完果群島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日落俱樂部嗰度嘅。咁嗰度呢啲環境唔錯嘅，咁可以坐低食下嘢都唔錯嘅。呢度個海岸線都幾長下，好彩佢開咗電動車啫，可以兜一個圈嘅。飲咖啡一條街嘅，咁呢度好多咖啡店嘅，睇日落呢都幾正啊呢度。意外驚喜啊！就有個碼頭啊，見到人哋啲漁民打完魚上岸，咁呢可以買啲海鮮。咁我哋買咗10蚊4條魚嘅。啊！我媽見到好興奮啊，即刻落車嚟睇。3條10塊錢，這個3條什麼魚來的？叫不出來。間3條都10蚊喎，買唔買啊？買冇定。咁快買晒喎！嗰啲紅生魚買晒啦。啊！好多啊！好多魚啊！大家圍住啊，都等買魚。係啊，好大隻啊！哎，来让一下，呢隻啊？怎么酸肉？喂，老闆，老闆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十隻，大點嘅大，10隻，好靚嗬呢隻。 10包，10杯半，生魚。 10杯半，10杯好大頂啲嘅咯。係啊，你講嘅嘢，係啊，講啊，你頂杯，嗰啲係啦。好啊，我食得啊，我已講，有啦，個中多字。買咗。買咗啲海鮮喺民宿煮啊，好新鮮，唔使點樣調味，鹽啊醬料全部冇㗎。第一早同我媽食早餐啊，咁啊準備出發走㗎啦。到咗深圳，午餐時間又係食啦。牛魚酥，啱啊嚇。好，那就满走了啊。